交通部配合指挥中心，加强1968 App 的即时路况。马里地图甲全国200外警示的热点清楚来标示，甚至这个 App 嘛直接点出着部分饭店的名称。这是互饭店的业者真感冒。本地是真毋茫讲，5月初1劳动节的年假会当有关这个订房率，这声恐惊是无希望咯。 交通部1968 APP 推出的新功能，恐怕让5一连假想要冲高订房率的饭店业者情况更加不乐观。5一连假要到啊，赛车出去佚佗，真接用到应用程式，各对路况看甲真清楚。因为即马地图对面有另外一个标示，点入去会使清楚看到景点相关夜市啊，人多人少，随知影是讲对面写警示的字，和饭店的业者真感冒。柔和一点啊，不要让就是一些本来想出来旅游的。 百姓就是看到2个字之后就会怕，就是市井的这种，就会反而会影响到你到高雄来游玩的一个情绪在。本来只剩1千外订房，嘛讲5一连假会使有悬，就惊讲警示这2字，佮有景点的针对性会受到更较大的打击。现在慢慢还是有一些取消。其实有客人选择延期或是退订，那我们都是予以弹性。这个 app 直接将饭店的名写出来，本来大房率就无悬啊，这声更较惨。 订房都是空空的，就是几间而已，都是个位数。中央是防疫优先，提醒民众出去佚佗时要注意避开人潮较济所在。虽然用意真好，不过嘛间接去伤到真惨的观光市场。